又係我 Inspiration 數學科科主任張上同大家見面嘅時間。今日我哋會講嘅係5年級第一個最主要嘅課題，二分母嘅分數加減。我哋要知道，其實所謂嘅二分母分數加減，就係將我哋嘅分母去做一個通分嘅動作，從而令到佢哋嘅分母變成相同嘅分母，再做加減嘅運算。例如我哋話12/7加5/8，我哋會第一件事，我哋會學翻用4年班嘅方法同技巧，我哋會將12同埋8通分母成為佢哋嘅 LCM 形4。然之後，我哋會繼續用4年班學過嘅技巧，12×2係24，7×2=14，8×3=24，5×3=15，再將兩個嘅分子相加，分母不變，然後變成59，再將佢變成大分數1有24/5，而減數做嘅方法亦都會同加數差唔多，大家可以留意翻。如果有咩問題，亦都可以喺 PM 度同我哋再講。多謝大家嘅收睇，拜拜。